报道。再来看新北市高中生伫学校互同学抬死这案，今仔有一场研讨会，有警察大海教授是建议讲，少年的风险行为，佮有少年刑事案件的处分，都应该爱重新来检讨。有法官嘛指出讲，应该爱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。去年12月，新北国三生互早都甲校外同学挂颔棍重伤，抢救不治死亡，引起外界中心审视教育体系甲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的规定，有声音呼吁检讨第一线老师的管教权，校园安全检查的规定也应该修正。有合理怀疑而有进行安全检查之必要的时候，就应该由教师会同行政人员或行政人员会同教师进行安检。为国内现况来看，犯罪率下降，不过少年犯罪人口率确实出现欠悬的趋势，而且犯罪太阳组织化，亲像参加早起、出招校护或者是做车手，大部分是事前有无犯罪。警大教授柯学清指出，破险少年类型应该爱重新思考。目前只规范无正当理由定查危险的物件，有用毒品或者是违反物品等等的行为。不过参加不良组织的人也应该列入范围。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是以少年的使用毒品为重心嘛，但是现在参加不良组织的这个类型势必要去重新思考。矫正署矫正体系里面的话，其实还是以成人为主的哈。那少管所同仁都非常的努力哦。那但是可能关于量能啊或者相关的专业，可能还是有在就是继续提升的地方。学者呼吁考虑侵害原则，应该重新审视少年刑事案件处分，甲提悬刑事定数比重。第一线法官是认为，儿童甲少年并是缩小版的大人，免是共款来讨论，应该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，亲像chan照少年保护官认定等等。因为诱惑一个少年，就是避免未来一个大人犯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